喺呢個充滿挑戰嘅世界，我哋成日覺得要好強大、好完美先可以成就大事。但如果你以為上帝淨係用世人眼中最強大、最出色嘅人，咁你就大錯特錯啦。今日，我哋會揭開一個古老嘅聖經故事，睇下上帝點樣用人意想不到嘅方式，展現佢無邊嘅大愛同奇妙嘅能力。喺士師記入面，有一個叫以弗嘅人，佢係個便雅憫人，而且係個左撇子。喺當時嘅社會，左撇子可能被視為唔同，甚至係一種生理上嘅軟弱或者異數，佢嘅身份可能一開始就俾人睇輕，甚至忽略。但係奇妙嘅係，上帝就係揀選咗呢個以弗，去拯救以色列人脫離摩押王伊基倫嘅壓迫。耶和華為佢哋興起一位拯救者，便雅憫人基拉嘅兒子以弗。士師記3章15節。呢個充滿愛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上帝嘅大能同佢對世人無條件嘅愛，從來都唔受世俗眼光限制。就算你覺得自己幾咁微小，幾咁唔起眼，上帝都可以用你成就非凡嘅事，帶嚟希望同救贖，展現他最偉大嘅榮耀。